湖北、湖北哦，顶面讲迄个我是我爸迄个哦，不是我是我爸迄个，我是我爸张姐来，今天我们邀请到张姐来为大家献唱一个叫做不是问东问西，嘛不是问神，伊讲要问酒，问酒安怎啉才袂醉？来，邀请各位共同欣赏张姐问酒，谢谢。 大家好，今天带来一首《问酒》。 我心内一个纯情爱为你来记。
受吼。一个，咱搁讲一摆来，你来自倒位？哦，北。来，用闽南语甲大家请安一下来。啊，讲开哦。安无好。嘿，电视机面头前所有观众朋友，来，讲。袂晓。袂晓，毋捌听到哦。第一次来录电视节目吼，电视机边仔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安尼。电视机边。电视机边的观众朋友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哎呀，手比来到我面头前，我感觉真有压力诶。你袂使比啊，大家好。诶，你闽南语讲了比杨娟较好，诶。杨娟啊，起来我都搁讲，有影啦，讲了真好，但是你闽南语歌哪唱哪好呢？有感觉无？有啦吼。有啥物感觉？你看吼，伊咧讲闽南语歌甲杨娟啊，无啥感觉，听有无？感觉，闭头，对，嘿，杨娟